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Mummy 啊。咁咧，大家都會清楚啦，知道我咧就最中意咧就係行啲長時間嘅山啦。咁好似嚟緊咧，今晚咧我就會去行夜山，因為為咗咧呢個毅行者嘅預備啊。咁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下咧24系列裏邊咧3款產品嘅分別，同埋我最中意嘅其中2樣。係啦，咁首先咧我就講解下啦。24 Hydrate 啦，呢個咧就係普通嘅24補水啦，唔係話做運動先需要去補充翻水分嘅。譬如咧，我哋咧見到而家轉天氣啦，皮膚開始乾啦，或者自己見到嗰個腹磅嘅指數嘅水分係偏低嘅話咧，都建議飲用翻呢個補水24。咁好簡單嘅咋，咁佢裏邊咧其實咧就係一條條，一盒裏邊咧大概有20包啦。咁你咧就可以咧將其中嘅一條。呢一個係啦，就倒落去你飲用開嗰杯水或者嗰一樽水就 O K 嘅啦。咁當然啦，跟翻去指示嘅份量就 O K。有輕微嘅、微微嘅甜甜地，但係咧絕對係低糖，勝於呢一個叫咩啊？水凍樂啊，係同埋咧保嘟力咁樣。咁呢一個咧其實日常飲我覺得比較推介啲。咁至於咧我最中意嘅咧就係呢一個啦。24 Drive 係 CR7 同公司一齊研發嘅。咁呢一個咧最好係咩咧？適合一啲長時間運動，譬如係4個鐘頭或以上。佢個補水嘅持久力咧有別於普通嘅24補水系列嘅，得唔得？兩者呢一個會比較持久啲。呢啲咧係 for normal 咧，我哋咧補充水分都可以嘅。咁再者咧就係、通常咧喺行山或者喺比賽之前咧，我就最中意用呢個㗎啦，24 Prepare 速備。咁佢咧就係可以幫我哋提升翻個運動嘅表現啦。咁我哋咧上一次咧有試過啦，喺玩跳舞嘅時候咧特別咧喐動得時間比較長嘅情況底下咧，飲用呢個24 Prepare 咧，佢係可以能夠令到你玩得比較輕鬆啲。同埋咧玩完之後咧唔會咁攰，咁所以咧喺跑步前啦、比賽之前咧我都會中意用佢嘅。另外佢有一個特質咧，就係佢本身裏邊咧有夜靈參嘅成分 L 精氨酸，係啦，咁佢可以咧幫我哋咧提升翻整體嘅集中度。咁咧之前我用咧就係、譬如開一啲長期會議啊，咁我都會沖定一杯，加啲茶粉落去，能夠令自己咧喺開會嘅時候咧更加之集中咁樣咯。係啦，咁今日咧就介紹到咁多啦，咁亦都講埋俾大家聽點樣去飲用呢一個。咁我咧就會咧用定一個量杯啦，係啊，大概450，因為我個水樽咧。行山用嘅水樽咧，我預備咗呢一個，係啦，咁飲用完之後可以就回收咁樣，咁將需要嘅產品，例如咁講啊，我中意24 Prepare，因為我起步嘅時候個 starter 咧，我想唔好一行就好似副生鏽個計咁樣，我就會落2匙嘅 Prepare， 跟住咧就會落2匙嘅 Drive。落去幫我係第一樽咁樣，之後咧再去補充咧就係去啲水機嘅位置啦，侵翻1樽呢個水，跟住畢翻2匙嘅24 Drive 落去，幫我繼續補充我所需要嘅電解質同埋個水分啦。因為咧，就算而家好似秋高氣爽咁行山都好啦，有陣時可能我哋會再快啲啦，就係跑山嗰啲咧，咁我哋水分嘅流失咧，絕對係比一個夏天你覺得好熱流失嘅水分會多好多，所以咧佢需要嘅續航力同埋佢補充嘅水分咧，要再快啲吸收翻咁樣，好冇？咁我今日咧就介紹到呢度啦，我唔同大家講咁多啦，因為我準備要出發，拜拜。將佢攪勻佢先，因為其實咧佢嗰個24 Prepare 咧有少少咧淡淡地似啲檸檬茶咁樣嘅味嘅。咁我呢個樽咧就係500啦，咁而家咧就入咗450，出門口啦，拜拜。